生啥物代志啦吼。比如讲，今仔日啦吼，有人甲你讲，吼，你看起来吼，足少年呢，啊含以前拢无啥物差别就对啦，啊体格拢保持了足好诶吼，啊足够做代志诶，啊无讲足够讲诶啦吼，课拢讲了足好诶，即是咱诶心内会欢喜咧，相信拢会欢喜啦。为虾米？因为感觉自我的价值好像提升了，敢是？咱会感觉嘛，心内拢感嘛欢喜安尼。毋过咧，咱想看卖啊，如果有一天，即个人甲你讲，啊，你最近是发生啥物代志啊？最近看起来较操劳诶，还是你最近食较好哦，敢有较贵哦，啊无就甲咱讲讲课讲遮久啊，拢无提醒，较讲拢讲迄，即是咱诶心内阁有啥物感觉？心内是毋是足沮丧诶？感觉讲，我真正是比较老嘛，我真正遮好忙啊！我们都活在别人的看法里，可是，当人讲你变较少年，还是你变较老？请问一下，你敢有变较老？你有改变无啦？你也是你嘛，你无因为讲你变较少年，你的面真正无撩混都无去嘛，对无？无因为讲你变较瘦，你的体重总要减2公斤嘛，咱无变化啊，敢是？无因为讲你的能力足好诶，你课足够讲诶伊安尼甲你学落诶时阵，你的能力甲你讲，你的能力就提升啊，敢有？无嘛，咱的能力嘛是共款伫遐嘛，所以为虾米咱拢活伫别人的喙面啊，活伫别人的一个看法里啊，因为人讲啥话讲好的，咱就欢喜；讲歹的，咱就艰苦，咱拢安尼呢，足侪拢是安尼。毋过对我们而言，我又没有任何的改变，敢是？所以遮嘛讲着啦，咱伫修德，咱伫立德，咱讲我们修道立德，咱嘛是共款，我们没有活在别人的看法里，咱无活伫别人的一个喙面，咱应该做的就是去做，不管人安怎讲，不管讲咱做了好啊歹，咱的成就毋是来自于他的一个批评指教，咱的成就是来自于咱做偌济。肯定人的是咱家己，肯定人的是上天，咱要负责的嘛是咱家己，咱要负责的嘛是上天，毋是其他的人所以咱甲咱讲的就是讲，只要是真修行咱袂互这外境拖伊走咱的心嘛袂随着别人的一个喜怒好恶然后在那边起不定好来，第2点呢，甲咱讲着就是讲着讲，在乎其实就是甲咱家己看了上重要啦。咱感觉咱家己拢足重要的家己拢独一无二的安尼遮互咱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咱无做连结。这个影片伊讲英语，咱互他会当。